各位教育同工，各位關心孩子成長嘅家長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嘅頻道，我係 Dicky 校長。喺呢個頻道，我會結合我推動小學 AI 教育、STEAM 課程以及融合教育嘅經驗，透過分享唔同嘅好書與理念，同大家一齊為我哋嘅教育思維進行系統大升級。大家喺學校見到我，可能覺得我係一個經常睇數據分析、重視 AI 發展同觀課評課嘅嚴肅校長，但係大家可能唔知，返到屋企我其實係一個徹頭徹尾嘅貓奴。我一共養咗5隻貓，分別係已經去咗彩虹橋嘅朱古力同埋拖肥，以及而家每日喺屋企陪伴我嘅喵喵、布丁同埋焦糖。唔知大家有冇發覺，我哋每日返工放工，為住學生嘅成績、功課同埋行政工作忙得好似陀螺咁，壓力大到喘唔過氣。但係抬頭望下屋企養住嘅貓，每日食飽就瞓，瞓醒又食，完全唔受外界影響。呢個時候我就會想，點解人類作為萬物之靈，反而比唔上一隻貓咁從容自得呢？其實貓可能就係人類最好嘅人生導師。只要學到貓嘅哲學，我哋嘅人生同埋教育思維可能從此不一樣。今日我想為大家導讀一本非常有趣嘅好書，書名叫《貓係最好嘅人生教練》。作者觀察咗身邊嘅貓足足15年，發現貓嘅生活態度充滿住大智慧，佢哋從來都唔會勉強自己，唔會為咗迎合人類而委屈自己，但同時又可以活得咁優雅從容。喺 AI 時代，我哋經常強調要裝備學生各種未來嘅硬技能，但係其實擁有一個強大嘅心理素質同貓係思維，可能先至係我哋同孩子應對瞬息萬變世界嘅最強武器。我為大家總結咗呢本書入邊最能應用喺日常教學與家庭教育上嘅4大貓係哲學。第一，學識建立邊界感，勇敢說不。喺人類社會，我哋從小被教導要顧及他人感受，要迎合大眾，結果我哋往往因為太過在乎人哋嘅目光而失去咗自己嘅底線。但係你試諗一下，當你嘗試抱起一隻唔想理人嘅貓，佢肯定會出盡九牛二虎之力掙扎，然後迅速跳走。貓非常之清楚自己嘅底線喺邊度，絕對唔會為咗討好人哋而做一啲自己唔想做嘅嘢。喺日常工作中，我哋唔少老師唔懂得拒絕別人不合理嘅要求，因而將所有麻煩咗上身，搞到自己身心俱疲。家長亦都一樣，為咗滿足社會嘅比較標準，為孩子報讀無數嘅興趣班。貓教導我哋，當有人提出一啲令你覺得唔舒服或者超出能力範圍嘅要求嘅時候，請學貓一樣堅定咁講不。拒絕別人不代表自私，而係一種保護自己時間同精力嘅方式。第二，學識真正嘅休息與無所事事嘅藝術。喺我哋嘅社會文化裏邊，大部分人都偏向相信忙碌就等於有價值，休息就等於退步。就算身體處於休息狀態，我哋嘅大腦依然不停運轉，擔憂未發生嘅危機。但係大家如果有養貓就會知道，貓每日可以瞓10幾個鐘，而且瞓覺嘅時候係全身放鬆，完全投入。喺推動 AI 教育同 STEAM 嘅同時，我成日都提醒老師，學生每日都需要有留白嘅時間。我哋要學識無所事事嘅藝術。無所事事絕對唔係浪費生命，而係給予大腦自我修復嘅機會。我建議大家每日喺生活入邊規定抽15至30分鐘出嚟，乜嘢都唔做，放下手機，遠離任何熒幕。經過呢種真正無感嘅休息之後，你嘅專注力同創造力反而會大幅提升，做起事嚟會更加事半功倍。第三，建立強大嘅自信，優雅咁面對失敗。貓有一種與生俱來嘅自信心，佢哋行路永遠抬高頭，每一步都充滿優雅，
仿佛世界都屬於佢哋。大家有冇留意過？就算一隻貓唔小心喺台面上跌落嚟失手，佢都會若無其事咁優雅伸個懶腰，舔舔自己嘅毛，然後慢慢走開，完全唔會尷尬。呢正正係我哋喺課堂上最需要培養學生嘅試錯精神。我哋人類整天覺得自己唔夠好，充滿自我懷疑。真正嘅自信唔係依靠別人讚美去建立嘅，而係源於你完全接受自己嘅本貌，包括你嘅缺點。我哋要教導孩子，就算考差咗一次測驗，或者喺全班面前答錯咗問題，都冇乜大不了嘅，拍拍身上嘅灰塵，繼續向前行。第四，保持好奇心與靈活變通嘅適應力。貓對世界充滿好奇，見到新紙箱一定會將頭探進去望一下，但係同時又非常謹慎，絕對唔會莽撞。更重要嘅係，貓嘅適應力極強，無論環境點改變，佢哋都可以好快揾到一個令自己覺得最舒服、最有安全感嘅位置。面對 AI 科技嘅爆發，我哋好容易因為未知嘅改變而焦慮。古希臘哲學家愛比克泰德認為，人嘅煩惱往往嚟自於控制唔到嘅事，而忽略咗自己可以控制嘅思想同埋態度。貓唔會為過去後悔，亦都唔會為未來焦慮，因為貓嘅世界裏邊只有而家。我哋作為教育者同父母，要似貓一樣，唔好執着於過去嘅常規，要對新事物保持好奇心，靈活變通，隨遇而安。各位同工、家長，貓係最好嘅人生教練。呢本書就好似一面鏡，照出咗我哋人類種種嘅謬誤同無謂嘅執着。我哋唔需要完全變成一隻貓，但係絕對可以將貓嘅哲學融入日常嘅教學同生活當中。喺影片完結之前，我想留一條問題俾大家反思，請大家喺留言區回答我。聽完今日嘅分享，如果聽日你可以從朱古力、拖肥、喵喵、布丁、焦糖呢啲貓星人嘅身上借用一個特質，例如勇敢講唔、專注休息、優雅面對失敗、保持好奇心，你最想將邊一個特質應用喺你嘅班房，或者係你教導自己孩子嘅方法上面？點解呢？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，我會一一閱讀並同大家交流。如果你覺得呢條影片對你有啟發，或者你覺得最近生活好攰啦，需要學下做貓，請你俾呢條影片一個 like comment 分享你嘅睇法，把影片 share 俾身邊充滿壓力嘅老師同工同家長朋友。最後記得 subscribe 訂閱我嘅頻道，將放進教育上，並打開小鈴鐺。我係 Dicky 校長，我哋下集再一齊探討更多教育新思維。拜拜。